今仔日有发现讲家己有较进步，就是讲昨阮翁就是讲，伫咧食物件，我伫咧整理一个区域，整理一区就是厝内整理厝内，有一个所在就是诚济衫裤，无所在好囥，拢学袂囥，我著家己清出来。清出来的话，就是爱甲一寡物件等掉，我著摕2骹足大的粪扫袋仔，甲物件拢囥入去内底。要去等粪扫的时阵阮翁就讲要陪我去摕衫裤，去外口甲烘的衫裤摕转来。伊就会发现讲我有2袋粪扫要等，伊就怀疑问讲内底等啥物物件？我就讲有一寡袋仔用袂着安怎？伊的个性就是足欠，而且伊较毋甘讲等物件，伊就讲伊要检查，结果看着讲哪会这嘛会当用啊？这好好啊！有的是旧的双排有新的，阁买足济骹，我就甲旧的较无用着，以早有用，即马就用新的，就旧的我就想讲爱等掉较有空间。阮翁就足气的，伊就讲都学袂等我的物件，伊足无安全感呢。有使性地，阁无欢喜。若以早的话，我就会想讲，伊无欢喜会影响我的心情，我会对伊无欢喜，而且嘛会想讲，会有委屈，感觉家己诚委屈，讲我伫遐拼啊辛苦，都嘛遐晚，我嘛爱困，而且我的台语作业还袂交，看翁安尼，阁嫌小嫌偏，以早会对翁的即个反应伫生气，毋过昨就是就知影讲阮翁就是这个性，你若等物件，伊就会无法度讲，安怎讲，毋甘讲物件就替互等掉安尼。我就讲不要紧，我就甲伊按答，甲捡转来。我讲这双排进前就是倒位就是歹去我摕去修理安尼。我的反应就变讲我较袂讲甲别人的无欢喜，讲是家己的毋对，家己的毋对阁委屈，讲我到底倒位做毋对，就安尼情绪就变甲足复杂的，就嘛足生气的，想讲伊阁气，我比伊阁较气，就两个就会开始冤家，无我就会怨恨的扣分。毋过昨就有较，就是想讲，阮翁就是这种个性，我家己当做讲伊就这种性格，毋过这无对错的问题，就袂讲替互影响，嘛袂讲影响着我对家己的看法。就是好有伫训练，就有淡薄亲像讲看王力宏甲因金某这种互动可能有人对有人错，毋过毋是绝对的对甲错。若是讲我若用第三者
若用毋是用毋是用当事人的即种立场来看，就亲像观众的立场，看闹热的人的立场，来看因两个的感情演变啊，佫有互动。我就会做冷静，就亲像看一出戏安尼，看有啥物起色，毋过袂讲就去选，就袂讲甲对方的即种处境，甲对方的即种遭遇当做是家己的故事去投射，就较袂安尼，就较冷静。若昨我甲阮翁之间，我嘛是开始用较开放，无讲去讲去讲对错啊，佫有即种受影响的情绪，就较袂安尼，较会亲像讲一个冷静理智的第三者来看我甲阮翁之间，安尼效果真正袂歹。较袂讲，阮翁生气，我就想讲我倒位做毋对啊，就马上有即种反应，就会伫心内就伫争讲，伊怎会使安尼对待我？我昨就想讲，伊就是个性就是安尼，伊看着有人等物件，伊就袂得过，无啥物对错的问题，无啥物黑白之分。安尼训练真正好，因为我就袂佚影响。只是讲较晚的时阵，阮翁就伫等我家己膏药啊创啥。毋过因为我时间有耽误着，变讲我爱紧交作业，也无会袂赴。迄时阵是有较烦淡薄啊，就伫遐讲啊。毋过我就知影讲爱去甲阮翁去解说讲，我即摆一直无爱困啊，嘛无爱插你啊，是为着讲我有作业。我毋敢讲作业啦，因为无甲伊讲我伫上台语课，我就讲，我有物件要交啊，有单要紧交。当然，阮翁的个性就搁开始，伊就开始去追问嘛，伊就问讲，啥物物件爱交啊，爱讲清楚啊，爱互伊知啊。我想讲，互伊知影愈济，伊就愈会去管东管西出意见安尼。我就讲就是要轮流讲故事，迄个社团的活动，伊就讲哪会阁轮着你啊？哪会讲话讲啊吞吞吐吐安尼？毋过是有过关啦。就是我有换一寡方式，以早就是拢不爱讲，因为惊伊问东问西。毋过就造成讲我诚压榨，变两个人佫会开始冤家，无欢喜。我就变讲我就先甲伊沟通安尼，有去换一寡方式，互伊谅解。作业交以后，今仔日就搁，今仔日其实就是有甲大家开讲，讲着即马上夯的一个新闻议题，就是王力宏甲因真某的即个故事嘛。毋过真正无练习用台语去讲一个较长的话题，真正讲无落来。我就变讲
用华语来讲，一两句台语安尼烂惨落，无法度全无拢用台语讲，这真正变成讲会练习讲这件代志，是真正爱练习。亲像讲我拜日的时阵啊，拜日的时阵，就是有 Clubhouse 有台语的新闻房，用台语讲新闻的房间。我有讲，我是无遐厉害，阁讲甲新闻去。我是有下课安尼。我有讲中共我都无练习讲，我是讲无落来，变成我若爱逐个听，有莫互逐个等啊，就是爱转华语安尼。就真正讲，有时阵伫咧嫌别人讲，哪会遐济华语，毋是讲台语房，哪会颠倒用华语去讲？即马想想的，就是平常时就是若无练过一寡专有的名词啊，真正雄要讲，会惊讲重担去，较无勇气。就变讲转华语是上方便嘛。因为你知影别人听有啊。就嘛袂惊讲甲走精去。若今仔日是有副总啊，伊要退休啊，伊有找我去伊办公室。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副总啊，伊即马上烦恼的是啥？我有用副总的即个需求，伊的立场去想想的。我就知影讲，家斗处理代志，原则是啥物？伊爱的其实毋是讲爱照规定来因为伊是拢要退休啊，伊无要管遐济，伊敢若想讲，即个公司的即个口座啊，即个网络一个服务Apple 苹果服务的口座，莫留伊的资料嘛，莫留伊的电话，无搁变讲一直高甜要离开公司，结果搁有足侪代志回袂离啊。我就知影，我就讲无这若无法度处理，无安尼咱甲 email 换掉，搁有电话换掉，安尼嘛拄仔好处理好势。虽然讲甲这口座换做我的是私人的是无上完美啦，毋过就是副总啊，就是讲伊的目的达成啊，就有50分安尼，伊就满意。我就有抓着重点安尼。我就想讲，对，有时阵啊做代志啊，我嘛分袂清楚讲对方啊顶时想要爱的物件是啥物。变讲我讲的话，我的意见人拢听袂下。我即马就知影讲其实就是需求的问题，需求的角度的问题。对方上要紧的是啥物？我若有抓着重点，因人就讲这有巧对，安尼有解决我的问题。这嘛是一摆体验。毋过嘛无啥物讲足欢喜，还是讲拄着迄个要接即个副总的即个位的即个顶司，我哪会无好好甲伊好好表现啊？啥物？我着做平常心，因为我知影讲袂讲你叫伊啥物理啊、学理啊、啥物理。有甲伊尊敬的称呼，甲我毋知影要安怎甲伊称呼，我着叫伊的名。无差遐济。足侪代志，我着为做有的所在，着想讲我这个所在无做好可能着规组害了，其实袂
看讲嘛袂安尼，就是对即个世界爱有安全感，嘛爱就是毋免遐惊吓。就亲像讲，其实若讲要去学讲要安怎教心灵的道理啊因为迄道理拢知影嘛，诚够讲，毋过爱练习，变讲你爱实用，用做讲，亲像我甲阮翁安尼袂定定冤家安尼，相处是较顺利袂讲怨叹创啥。这就是虽然有心灵的道理，毋过你无去练习，就变讲嘛做袂到，敢若头脑去想尔。台语嘛共款，有人知影讲台语足重要，嘛知影讲台语有一寡原则有诶无诶，拢知影。毋过若讲无练习讲台语、写台语，无去练其实真正袂进步甲足济。若有人拢毋免练习，就进步诚济，安尼嘛毋免欣赏。因为对因来讲，因就袂去珍惜，因就讲其实我这程度已经诚好啊呢，哪有需要讲搁去学啥物？我就要去学别项啊。就亲像讲，我对面的同事，伊是细汉就会晓讲台语的人伊就感觉讲伊的台语真正好，毋知伊伫厝内甲伊阿姊讲着即个王力宏的代志，伊是讲华语，抑是讲台语，我是毋知影。毋过我想讲，其实若无练习你叫伊用台语去讲王力宏的即个代志，自头到尾，伊无的确会晓这就是讲有人靠说讲伊程度好，毋过若讲无定定练习，甲我即种其实一开始就讲无好，讲甲臭奶呆定定叮当无顺的人比起来，我若讲我的焦点拢放伫练习台语顶头，就变讲我豆豆仔进步。当然，迄个对面的同事，坐对面的同事，伊嘛有可能讲，伊有伫拍拼，毋过伊拍拼的代志是甲我较无相像，无相像，无啥物悬家之分。就亲像讲，拄则去上台文班，其实老师就有学落一寡同学讲因写去仿做，就是讲去学写诗。因的作品拢诚好呢。我听听嘛足新鲜的，想讲其实别人去创作嘛足厉害的。哪会每一项拢遐厚？是毋是因本底就是进步诚紧是我进步伤慢加减有即种想法。毋过呢，其实因真正汉字是明白甲不止仔济。我嘛毋知影因平常时阁有别款的接受无、接触无。就讲程度真正诚好。毋过想想的，这就毋免去比较，就是每一人拢有每一人想要做的代志。因为讲大家伫遮斗阵上课，就会开始希望讲，我比啥物人搁较好，有天分搁学甲诚透拢想要讲表现足好足好，互老师学落。毋过这其实就是爱家己看互开，毋免去安尼
甲人竞争、甲人比较。我有进步无进步，其实就是我对我家己会交代志就好啊。我有开始有发现讲，若讲今仔我做啥物代志是对家己负责，毋是讲爱别人满意，啊无就是讲爱别人比过别人。我较感觉讲安尼较好，安尼较对，较无浪费。这其实拢毋是做好即种惯势。就亲像讲，上课的时阵，老师的问题，有人其实白白伊会回答，答案佫对。若我的话，我就其实我今仔嘛有讲一个答案是对的，毋过嘛毋免去欢喜，还是安怎，就讲就毋免去比较。即种比较是以早做读册囡仔的时阵，带来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惯势。就是讲，伫一个班内底，就想要比较，想要知影家己排第几名。就算我排第一名，又佫如何？有可能我第一，就是莫定定用即种想要比别人佫较好，拼过几个人，来当做家己的家己的一个会变做一个评价，一个拍分数。拢毋免安尼，就是爱有一个思考的惯势，就是讲我安尼做对会去家己，家己会当交代。就是以家己的想法为主，毋是讲今仔去互啥物人学了，若无去互学了，是毋是就开始痛苦啊？这就可比我的即个共款学台语杀台语的科仔内底，有一个退休的老师，伊就有即种想法的惯势。伊会想讲，伊贡献有贡献无贡献，就是看啥物别人有家己学了无，有讲足需要你即个人来斗相共，无就是有人对伊特别好，就是伊安尼会变讲过了较痛苦。因为即个世界就毋是讲你想要去互即个人学了，你伊就会甲你学了。有时阵有足侪原因的，无法度讲你想要互人讲对家己比大头拇，去鼓励。咱拢想要别人开喙，安尼别人就是特别对家己较好的。即种好，家己较会当摕来肯定家己。这种思考的惯势会变做讲会开始造成痛苦。咱别人嘛有可能拢无讲嘛无甲你鼓励，无是鼓励别人去学了别人，这拢有可能的。毋过所以我认为就是爱看重家己，就是我家己会想讲，对我安尼做是我尽力啊。我去学台语，我无讲就咱死超工跋学。我若讲去学讲台语还是学写台语文佫有做一寡活动。为着互家己会当用台语讲故事。若讲进步也是无够济，我就想讲，
我对我家己对会起我家己吼，因为我真正有伫进步，进步较慢嘛，袂要紧吼，就是袂要紧，袂要紧，就是爱有即种观念，较袂造成痛苦。痛苦讲怎会别人吼较厉害，安尼2步7啊都学甲诚好，我哪会安怎？这毋是，就是互家己安尼痛苦，安尼其实无必要。若做看重我家己的话，我就会想讲，我知影我家己伫咧创啥，嘛加减知影家己的天道伫倒位。毋过我嘛有目标，知影讲要安怎行，安尼行较慢袂要紧，嘛毋免要拼第一名。这是阁是咱做读册囡仔，阁有读册囡仔，阁有即种伫工作场的一个思考的惯势，就是需要讲有愈早有一个成果，愈早去到迄个目标，安尼就代表讲，安尼有学着物件，咱就是会用一寡啥物有考过笔记，有考过几分，这人考过我无考过，这人的台语比我搁较好，就是用做者的即个框架去互家己虽然讲看起来知影讲家己的天道拢互伊数量用数字拢会使用数字来代表。毋过这颠倒变做大家拢追求的物件，就是讲要追求分数、数字。若无数字即种物件的话，就变做讲用无数字就用讲有人甲我学咯，甲我讲好话，讲我的好话，无就是用数字，就变咱的思想拢是爱甲人比的啦。其实真正毋免去比，重要的是啥？就是我有做对家己对会起，我有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毋免甲讲我比别人搁较厉害，我第几名，甲时间浪费伫即种心情内底，即种讲想要甲人比过别人，上好全班就家己上高讲，天道上好，别人拢奇怪，拢安尼空安安尼。其实这无代表啥，嘛无必要，只是讲家己思考的惯势就是会安尼。即马就是知影以后，就知影讲一切拢足自然的。这问题老师的问题，无法度回答，也无是讲知影伫头壳内，毋过无讲出来，也是讲突然间袂记。这拢袂要紧啊。我就想讲，以早我袂晓用台语写诗，即马会当去模仿一个台语诗的作品，就算讲别人拢写甲比我搁较好，拢较有即个才调天分，迄拢无要紧，不要紧，就是我家己有进步，安尼上重要。毋是要拼过啥物人。若讲即个课内底，我拼过别人，毋过我若讲无讲逐工拢继续去拍拼，这嘛无效啊。这嘛无算啥。就亲像讲，我对面的同事，伊一定认为讲伊的台语比我搁较好，比足侪人搁较好，伊讲啊足顺的。毋过伊嘛袂讲去
加减去学一寡台语的，增加台语的词。对伊来讲，台语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尔。若有拄着讲即个词袂晓讲，伊就讲就全欢喜，凡说大家拢听有，啊有即种沟通的功能，安尼就好啊。毋过我有可能我就想讲，加捡一寡词，加捡一寡知识，甲台语有关系的知识。虽然讲我讲台语的腔口无遐顺嘛，无介正确安尼，无安尼台语开安尼。毋过我就一工比一工搁较进步，就一直有伫练习。嘛会想一寡方式，互家己看白话字啊，抑是看即个台罗拼音，愈看愈进步。嘛会去注重讲有一寡意思，台语意思的发音，啥物字声，都爱会记者。等等，就是进步的所在无共款，毋过毋免甲人比，甲人比较就是痛苦啊。痛苦嘛无对家己较好啊。就算是第一名，就去别位所在，搁较甲厉害的人比，嘛无可，若都毋是第一名，这第一名实在是无啥物意义。只是互家己安尼想讲，哎呀，别人哪会遐厉害？我哪会就是遐含慢？就一直会即种思想一直伫放，伫头壳内底放尔。我就想讲，真正爱改嘛讲尽量就是做一寡代志，就是毋免讲拢互家己无快乐的一种想法。有一寡想法会互家己较放松、较自在。毋过有一寡想法会互家己讲较自卑、较无即种，就是较想讲较怨叹的。我就希望我家己会当有一个培养即个思考的惯势，拢是会使互家己愈来愈快乐、愈自在，而且愿意搁继续学。真正讲，这拢是一时的，其实道理拢知影。有时阵这人台语真好，比啥物人搁较好。阿勇啊，学足紧的即嘛是一时的。若讲就是若讲家己就是因为讲安怎讲就着人闹开，嘛有人会讲这其实台语用学的足奇怪，应该是自细汉就安尼伫遐讲，安尼腔口啥物较有迄种台语开。嘛有人会安尼讲伊就讲迄尾仔较去学的对老师对啥物有诶无诶安尼学，毋是自然学起来的语言母语伊就想讲这拢无算啦，这拢无够啦，安尼拢是减一味。当然嘛有即种讲法，若家己的思想无去调整，就会甲即种想法会去相信即种想法，变做讲家己会想讲我遐拍拼嘛无效，嘛比袂过讲细汉拢是用足自然的方式甲台语学起来的人。有可能是安尼毋过你若无去继续去学你就是放弃的意思。
莫安尼动不动就是因为感觉家己无法度比别人搁较好，无法度真残命，就行向放弃的路。其实毋免安尼，这就亲像耍手机仔顶头的游戏共款。会有趣味的人，想要耍的人，想讲耍这嘛有互家己的眼光较长，嘛有熟悉无共款的人。即种想法的人，就是去好要安怎讲，就是爱去想讲，毋是要拼第一名，拼拼排名，毋是。主要是讲去，毋是拼排名，是看家己，就是既然就是家己嘛感觉讲台语，甲台语搁传落去是上重要的代志。就有觉醒啊，有即种母语的觉醒。既然有，安尼就是用家己的步调，用家己的即个速度，用家己的速度去豆豆仔扣转来。若别人讲甲诚好，毋过伊头壳内底无即种扣转来无即种母语足重要的，无紧讲会老实。伊无即种概念的话，伊当然嘛袂进步，因为伊无即个心嘛。一切有可能有人语感诚好，记忆诚好，像阮翁就是安尼。伊足济，伊若来学台语，真正一定会进步足济足济，足济足济。毋过伊就无即个心，伊袂去。即马目前的状况，阮翁是袂去学台语。对伊来讲，就是虽然有可能有即个天分，毋过无即个心。阮仔虽然讲这有时阵可能无别人遐厉害，安尼学的懵懵的就真够。毋过阮也会当讲安尼继续莫放弃。这是重点，因为爱看长，爱看时间爱甲悠长来看，莫看眼前几个月、一两冬。而且我一定嘛有我的优点，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就是即个意思。我若讲伫倒位无比别人搁较贤，毋过嘛一定有一个所在是我毋免伤出力，就奇怪，就是我的即个天生就会晓，就较贤的所在。上帝还是宇宙造物者去创造即个人类，拢是足公平的。无讲啥物好康的即个材料，拢是就是某一个人足够，其他的人拢啥物拢袂晓。其实袂安尼去做代志，就亲像我伫写小说，我写小说嘛，袂讲就上厉害就是主角，主角就是啥物拢会晓。若毋是主角，是配角，是一个无重要性的角色，就变啥物拢袂晓。即种小说就是较幼稚、较浅。我相信咱的宇宙、咱的造物者、咱的上帝袂讲做即种工课啦，就是
啥物才华、才调啊，搁有即、个哦食苦的即种心，拢是即几个人较有吼，拢好诶好康诶，拢是即几个人。啊，其他诶人就是啥物拢袂晓。袂安尼啦，这真正就是较浅较幼稚啊。我相信吼，我来即个世间，就是无去找尔，找无尔，啊无无，就是一定会找着一个我的使命，一定找着。若找袂着，无代表讲无即个物件只是讲，既然还袂到，无就是我的目睭无家褪互开去看看袂着真相。就是看世事看愈济，就愈有即种感想，知影讲有时阵毋是讲一时的，就是代表是永远的。亲像讲最近看新闻，王力宏伊若讲看一时看这足侪冬来，就是伊较高趁钱，阁足出名，阁有音乐上的才华。伊有可能讲伊着靠势就是伊上高。有可能安尼伊着看轻伊的因金宝看轻安尼。毋过即马金宝有找着家己的才华呢。伊写即个中文的批啊，写甲诚好。其实拢若讲看轻别人，永远拢无法度想着、等着看轻家己，看轻别人，就想讲这个人即马着工课着比我较厉害啊，比我较有出名比我较有即个身价嘛即个身价咱若着看一时的，着看着遐济冬来看眼前，拢是安尼着认为拢袂改变啊，安尼足可惜的。其实即个宇宙的即个创作者伊写的小说，伊的剧情啊绝对是比我写的搁较厉害。伊就会讲，这个人王力宏的金宝，伫即个状况下伫即个状况，拢要离婚啊，拢要离婚啊。有发挥伊家己的才能呢，写这5000字，写甲大家听看伊的批拢讲这会当做教学。这就变讲，其实这是伊的才能才能毋是讲咱想的遐硬定酷酷，就是你工课上你少年的时阵选倒一道食啥物头路若拢无符合即种条件就无可能找着家己的才调家己的即个厉害所在就看眼前，就认为永远就是安尼这就是思想一个偏差。其实随时拢有一个机会会出来，讲原来这个人伊的才调伫遮，伊足够的所在伫遮这有可能毋是讲伫工课上考试无就是讲，就是咱想的迄种定酷酷的即种
标准吼，有可能就是一个足奇怪诶所在，就亲像王力宏诶前某伊伫要离婚诶时，写5000字诶批，变讲这是这是写甲诚好，就伫足奇怪诶状况下，发现去展现家己诶才调。这就是这个世间，就是无安尼，逐个想的讲这都无效啊啦，这嘛用袂着啦吼，咱就爱用眼前的即种眼光去看，啥物拢无可能，啥物拢会就讲若讲上高的，就即个人某物人啊，若毋是无伊遐厉害，去学台语讲起来嘛，臭奶呆啊，嘛无可能比某物人好啊。安尼有诶无诶，这就是眼前吼，做定扣扣诶想法。咱爱相信讲，这其实，即个甲即个宇宙即个神当做一个写小说一个创作家，伊白讲，互伊诶即个伊创作诶即个地球诶即个故事，变成讲硬冰冰、定扣扣你若一条线安尼，若安尼想是用人诶思想去看宇宙这足厉害诶创作者诶即种去用咱人足平凡诶人做迄洗脑洗甲足忝诶人去看即个比咱搁较悬，毋知影几坎诶即个创作者，宇宙诶创作者诶思想，就是安尼啊，都无遐好药啦凊凊彩彩就互咱药着啊。这就可比讲我看有诶人写小说，这作者较少年，伊写诶小说就是足简单诶，而且你拢知影讲，伊拢好康，拢伫主角诶身上，变讲伊写头前，你就知影后壁，足好药诶嘛，而且嘛讲较定扣扣安尼。毋过宇宙诶创作者，都毋是讲像你看诶小说安尼，而且咧，伊是会用一种方式是，伊诶创意啊，一定是互人料想袂到诶。就莫讲看我即马这头路啊嘛固定啊，我即马嘛跳啥物别条诶，就无可能安怎安怎。这就是看着一本，就是较少年、较浅诶人写诶小说共款，拢这都无可能敢若会晓有法度安尼行尔。爱有某物人，毋是伊，无伊诶条件，就无法度达成完成安怎诶愿望，就安尼想诶话，就变即个人生诶创作，就是跳家己去限制条诶，就是安尼。